不要销毁了。是啊，兵太后李仁祥就今故作来了。宣是李仁祥觐见陈灵芝。臣李九月恭请太后升王免礼，谢太后。老太师安好，丞相安好。丞相一早进宫，有要事。太后。马妹就见来恭喜，本儿太可抗你，我一并堂中小把柄，本乡里苗水为臣。秦王以外莫所欲，王臣下，且早消灭这欺负冤。今有此意，我李家挂一太子来欺负在下官心中少人
名册取好，此乃望明知府，太后千岁，千岁。这里有人听，走上一道，尊人太后，请太后审夺。此人先请高台，请别。谢太后。因吴母梦冤，华夏北部，以致通信接受，疑问联姻。先生呀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真的不过身为女子。哎，你啊，真的不过身为女子，冲出贵格，投奔仕途，立志为亲谢冤，为国争位。恐怕万岁不肯就此发誓，那就把案子放到明处，来他一股御前为生，御前为生。那一家闹雨絮，小天子千门发现，监令苦恼教育，我与天为生，小真悲吾王万岁！范三，范三禀朕谢万岁。范三给升官了。哦，对，代亲王忙立军，代亲王忙立军。忙立军见驾吾王万岁！哎呀，带起头来。
苦尽走结下去。花开常在花枝头，叫声是我看茶酒。问啊，问啊，万岁，快问啊，问啊，都马里去，寡人一向自命为故宫，举你做东了，不想你竟是个女扮男装，欺瞒君王，你真是故为寡人待你的一片心呐！喂，哎呀，来呀，将忙里去，咱前压下，去嘛。请问万岁，今天何是以今为生？是啊，既是以今为生，为何又不生而不问啊？哎呀，这个嘛，不生不问，早晚是何宽，又是何短呢？那一丞相是见你。哦，好，那么你们什么问啊？轻一点。下跪红绳，忙里君，以前是红绳，忙里君，大办。其实以前是忙里君，那李君要究竟是何人？忙里君本是真心，那李君原来是我家明君。一般莫长谁知？花木兰是我知是谁？大胆！你尽管用一股私了的故人来戏弄老夫，难道你不怕谁上加谁吗？哎，国丈，他既然杀得有名有姓，那就给问下去嘛。孟丽君，你这花木兰是你的知人，这是何意呀？老太师。为不愿办，莫让回不开火，李君接我平外望，莫让金把转，李君心不必多，为生命运路叹，样是家有几个与那。当人不娘到你担，为什么莫让是女是民多？李君有家不能办，为什么当年莫让受出训？今日李君成就还，要爱忙将我们担，朝中早有人把那云龙相问知道，卷情人风雨啊。
夫人不成我所料。万岁，是老人野蛮无度，伤了旁生之道，望万岁赐臣粗心大意。哼！万岁，孟丽君女扮乱造骚乱抗当，必须严正。万岁，孟丽君在上3年，忠心耿耿，劳苦功高，堪称终身孝女，理应嘉奖。孟丽君无日不计欺君惑众，理当赞赏，理当嘉奖，赞赏，嘉奖，赞赏，嘉奖。他是要嘉奖，他倒当赞赏，天上有他神，功于母后，盼中了母与不义真灵犀，盼清了真的所愿无一真。有道是只要无名与财，后来没错下进城，我何不先是条件，请把他一花进梦与愿来。他本为他的，那此事就由这来作为公正裁决。孟丽君，你欺君有才，帮淫文章，故念你3年之等于公从宽发落，可却曾相知者变为宫女，谁请来公事不？万岁，侍奉太尉终身。来呀，将孟丽君押进内宫。孟子为报孟丽君看着上殿进家，这早已准之下去在官位，只待罪庭三不少，退朝且慢。万岁，你难道不怕杀退吗？臣要命王家，生死2字从未放在心上。正早已准之下去，谁官位之在罪庭三不少，须知君不惜言呐。万岁，来呀，将他绑了。开家到。平生留心，孟家远月之日，你要好好办席。退下。王儿这次孟丽君死入一家，使得王儿一片孝心。这是一家万一比这更好的善举，不是王儿可以。太尉，两王退下。
正三宫六院天经地义不呀。可不可。你到皇帝可以，嘿儿我为什么不可啊？别家女子神秘挑选，必有他谋。哎呀，莫为别家女子怎能与他相比？孩儿我非要这个忙里去不可。莫为，王儿啦。你根据王位杀龙头，举足轻重不知道。劝王儿虽人心，莫为小取胜。他道想一想，大比他两家开马弓，求真故太明安风雨了，公鸡当以恩怎报，夫妻能救他教，将心比心做人情，这得其死后谁受不了。王儿郎，君子说臣子随，上天困，所知随心不为他，更何况再受此谁能否顺？天高不算高，人心地也高。3年比儿媳，这离别的深，情容我为你要心配巧。不要这个那个了，将上为重，不日为大。一家一人忙里去为玉女，而今日在金殿视他问婚。哎呀，某位，好，你去到某位子一把。是公子驸马上殿。万岁亲烈赐婚，宣公主驸马上殿。传进